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1年1月30号，1月最后一个拜六啦吼，过来着特别2月啊。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13章第1节到第5节，马太福音第8章28节到第9章第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甲分享的是程度吼。咱伫即个圣经内底捌看过耶稣讲过一个譬如一个教导啦吼，就是讲即个譬如嘛，互足侪迄种非基督徒吼，用字面去解读足侪误解啦吼。耶稣安尼讲，若是你的正手互你绊倒，你着甲站落来等牢啦吼。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毋通叫全身躯落去地狱啦吼。这是伫马太福音的第5章的经文吼，第5章第30节。耶稣咧讲的意思，毋是照字面讲真正独掉安尼啦吼。事实上，耶稣所咧强调的是迄种的歹行、歹所行啦吼，毋是真正咧讲正手，还是倒手倒一支手安尼吼。好若亲像咱讲的迄个主的教示的祈祷文中间所讲的，无叫阮入伫试，着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共款的意思啦吼。就是讲，咱伫即个上帝的保守的面啦吼，伫基督的即个救恩的内底。咱会通得到保存，无抵到灭亡。当然，这上重要就是爱甲歹离开嘛吼。相款今仔日的经文第8章28节到34节，记载耶稣赶鬼的代志。这个记载较短安尼啦吼。伫马可福音第5章第9节。迄段以及路加福音第8章上落尾遮30节遮吼，拢有讲到即个耶稣所赶的鬼叫做棍啦吼，意思就是讲真济啦，也是讲咱照讲迄阵部队的编制可能2000啦吼。根据圣经的记载，即个圣灵尾附身伫一群的心上啦吼。即个了后，即群猪着安尼吼起狂啦吼，着搬落去山坎内底，全部拢死亡吼。咱知影猪咧譬如的，就是迦南地外邦人因用即个猪吼来献祭，即个偶像来献祭的牺牲品。所以咱知影即个所在是一个外邦的所在。上帝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临到即个外邦的所在，当然这是已经真清楚啊吼。即群鬼魂去互耶稣基督赶出来，就是咱今仔日讲的程度啦吼。然后就跋落去即个落去到即个猪群内底吼，造成猪的死亡。这是对当地人当初时来讲是足重要、足严重的代志啦吼。偌严重？咱用古例耶稣基督所譬如的迄个有人有100只羊，碰见一只吼。因为有100只羊，伊是代表是当初是真富有的一个人吼。2000只猪咧，这不但是代表着相当的财富、相当好业以外，佫较代表着影响迦南地外邦人，因失去迄个敬拜献祭偶像的即个祭物啦，吼。所以当然伫这中间不但造成某一寡人财物的极大的损失。所以咱会当看伊讲，马太福音第8章34节的经文，爱甲咱讲同城的人出去找耶稣，已经找着，就求伊离开因的地界。为什么？因为耶稣踮伫遐的时阵，
互因遮个民间宗教诶人无钱通好趁，互因无有底通好献祭，所以通了解耶稣基督被要求离开当地一个原因。不但是造成迄个财物顶悬诶损失尔，影响因诶宗教。耶稣基督清除咱咧讲清除是赶出啦迄个人心上诶垃圾鬼当地人却赶走耶稣基督。互咱看见上帝救恩临到伫外邦，但是外邦所却来甲拒绝，佮甲赶逐。申命记诶经文记载伫13章第1节到第5节，摩西甲以色列人讲啦恁中间若有人有先知，还是盲见盲会啦起来，对恁显出神迹奇事，就对恁讲咱来去趁你平素所毋捌的别个上帝来服侍因。伊所显明的神迹奇事，就若应验，你也毋通听迄个先知，还是迄个盲的人的话，因为耶和华恁的上帝得赐恁。爱知恁是真心真性听耶和华恁上帝，无啦摩西提到以色列人爱去除清除遐个会互因离开上帝的神迹奇事，因为因会借着神迹奇事来引诱，互以色列人来离开上帝，去敬拜未知的神明。这中间有2项事，咱特别爱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讲含异邦，含异教，爱行神迹做奇事啦换倒转来讲，就是讲有会行神迹的，也是讲会有迄个去互神充满的，无拄拄是出伫上帝啦若毋是缀带领人归向上帝，咱着必须爱细字这是今仔日个经文所甲咱讲的。无论甚物款的神迹奇事，无论做甚物的，若毋是指着上帝来做，迄都拢有问题。所以基督徒嘛爱细字啦基督徒应当爱除去心灵内底邪灵、垃圾鬼爱会记哩爱追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互咱的救恩。约翰福音第3章16节17节，咱真实的经文，就是讲上帝疼世间人，甚至将伊独生囝赏赐互世间人叫一切信伊的未至到要无，反倒得到永生。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降世，毋是要来定人的罪，乃是要叫世间人因为伊来得救。信伊的无要得受定罪，无信的罪已经定啊因为伊无相信独生囝的名咱毋通亲像迄个格拉森遐的人共款看重即个猪比看重即个偶像，比即个上帝的救恩搁较重要。所以咱会当看见讲，安尼的人就要失去救恩啦。申命记13章第4节也甲咱讲恁着跟对上帝敬畏伊，恁要听叹伊，遵行伊的诫命，恁要侍奉伊，对伊着爱忠心。这咱昨有讲着亲像咱昨讲着，咱着爱对上帝爱忠诚爱忠心爱遵行伊的诫命爱遵行伊的诫命，诚心实意来服侍伊。咱爱除去咱心内的歹，那安尼咱就会通得救啦我想这对现在咱咧讲的即个武汉肺炎的防疫嘛是共款啦咱心内的歹爱除去，爱全力的配合，爱好好啊来祈祷，安尼咱就会得救。上帝保守咱。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1年的1月30号今天已经是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六下一次在读经的时候就已经是2月了好，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1篇，申命记13章第1到第5节。
马太福音第8章28节开始到9章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清除哈。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啊，这个比喻教导呢，使很多的非基督徒用字面去解释它，然后就产生很严重的误解。比如说他在马太福音第5章30节，他说：如果你的右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百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哈。这一想到说犯错就砍掉，然后就丢掉哈，很多人就说：哎呀，耶稣怎么会这样子？那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耶稣基督的教导是一种比喻的时候，其实他在强调的是右手所做的恶行，而不是真的右手或是左手或是哪一手哈。如果我们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里面说的，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同样的意思啦，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脱离那个恶者哈，让我们在上帝的保守基督的救恩里面得以保全，不至于灭亡。那今天的经文第8章28节到34节，我们看到记载了耶稣基督赶鬼的事迹。在马可福音第5章第9节，以及路加福音第8章第30节，这个比较清楚，都提到了这个鬼魂呢，它自称为群，也有翻译说营啦哈。如果以现在的军队编制来说，可能2000哈这样子的那个意思啊哈，就是很多。那意思就是很大的一群哈。根据圣经的记载，这个邪灵鬼魂，被耶稣赶出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可不可以到一群猪身上去了哈？那因为他们这样子从人的身上出来到猪的身上去，猪群的身上的时候，那个鬼魂附身之后，猪就发狂，然后跌落山谷，然后全数死亡。猪在迦南外邦之地呢，是用来祭祀偶像的牺牲品，因此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发生的地方就是外邦之地格拉森哈。上帝的救恩透过耶稣基督临到外邦，就不在话下，这个已经是很事实的一件事情。那这一群鬼魂被耶稣基督赶出，我们说清除然后就落在这个猪群的身上，造成了猪只的死亡，这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举耶稣基督的迷羊的这个比喻来看哈。耶稣举了一个人有100只羊，这是表示当时候是很有钱的啊。他丢了一只，他就很在意啊哈。然后既然100只羊就是很富有的时候，那2000只猪呢？可想而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不但是代表那个人有相当的财富之外呢，其实更代表了影响了迦南外邦这个敬拜偶像的祭物我们知道2000只猪这个是影响非常深远的哈。当然，这个当中造成了某些人财务上面极大的损失也因此呢，我们在看今天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8章34节要说呢，全城的人都出来看耶稣，他们见到了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区域地区，也可以了解耶稣基督被要求离开的原因那这个当地人一定是要他离开嘛，他影响某些人的这个财富，那个他们的宗教行为所以他真的是制造的或是造成了许多的财务上面的损失那耶稣基督他清除了人身上的污鬼，但是当地的人却赶走了基督
耶稣清除了污鬼，当地的人却清除了基督。这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救恩临到了外邦，可是却被外邦人所拒绝、所驱逐。申命记的经文是3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说：你们中间有所谓的先知和解梦的人，他以神机骑士诱骗你们去拜从来没有见过的神明，即使他们所显的神机骑士实现了，你们也不要理他，因为上主你们的上帝用他来考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否一心一意爱他。摩西提醒以色列人要除去那一些会令他们离开上帝的神机骑士，因为他们会借着神机骑士来诱使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然后让他们去敬拜未知之神这样的神明。这里面有2个角度，2件事情我们要来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就是说，连异邦邪教都会行使神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会有灵充满的，不见得是来自上帝啊。所以敬拜未知的神明，这是他们的目的。那换句话说，这个行使神迹呢，不一定是出于上帝。那如果不是要领人归主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小心。那个也就是我们要讲的第2个，无论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或是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是指着上帝，或是带领人归向上帝，那基督徒都要非常小心。基督徒应当要除去心灵里面的邪灵、污鬼，要记得追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所赏赐的救恩。约翰福音第3章16到18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都很熟的一段经文。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鉴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像格拉森的人一样，救恩已经临到他们了，耶稣已经去那边清除了污鬼，可是他们却看中了猪只，看中了偶像崇拜，而且驱赶了救恩。就这样子会失去救恩，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经文，约翰福音的经文一样。申命记第13章第4节告诉我们，你们要跟随上主，敬畏他，你们要听从他，遵行他的诫命，你们要侍奉他，对他忠心。如果我们昨天也提到了，我们要对上帝要忠诚经文也告诉我们再一次的提醒，要遵守他的诫命，要诚心实意的服侍他，要除去心里的恶，我们就必要得救那如果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武汉肺炎之疫情，我们的心里的恶要清除，要全力的配合，要好好的听话，要诚心的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必要得救。